来一直传出警报声，国道警察一直咧捉这两个骑入雪山崩坑的重机车骑士。出水站口，出隧道口停车。除了甲公布爱因停车，警察阁随将车驶到两个骑士的正头前，出崩坑了后，总算将人甲抓落来。代志都发生伫昨日下晡5点多，国道警察接到通报，有两台红牌甲黄牌的重机车为头城的交流道上国道5号骑入去雪山崩坑，抓落来才知影讲，这两个拢是美国籍的技师，两个人用导航带路，要到台北的君悦饭店，说不顺利骑起来国道。导航设定有误，从头城交流道误上国道。在今年4月，也发生过外国万安环岛，说因为导航带唔到路，骑起来国道，去后边将动手背锁时，除了导航，佮因为外国人骑重机车上国道，实际上才会一直发生外籍人士无视力骑起来国道。标志这么清楚，又不用看中文，那他自己疏忽了，我觉得有一点扯。安全的速限，然后安全的行车距离去骑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差。只是在台湾，因为某些法条的关系，所以尽量请他们就遵守一下。每一个月法律无同，要唔过伫台湾，重机车都是袂当